我跟你讲，你上次那个男的上面我想起来的，就托你从那个视频里上看出来你蛮吓人。干嘛也叫人都认得？有机会。因为你老公未来老公会吃醋。要是在母来小帮死过来，我哪能努力？没办法的耶。你的粉丝刚刚怕，实际上呢，我不怕呀。不怕，真不怕。因为这口袋相机是没有任何美颜的，而且相机会胖一圈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呢，我是一个招财猫，我基本上做工作过的地方最少都招20万，毛里赚20万。不是，我问你，你去上班，你天天蹲那里搭点么子吃干？啊，不点你地方把你扫了里向。这是个姓张的来边呢，关键是在面孔的，为什么呀？为了孩子，我难搞得让我再点。我觉着你蹲辣搿边店里向，CF 个比你赚得个多。对。搿么有少个意思讲？放我光没事，我想走几个来不走的。那个本金也是拿出来，几千块。当然拿出来了，什么来娘我再说了，咱们是来我吃啥子？对，你认得噶？一名要3人的。进去。今朝里向不是还赢是吧？再吃到5呢？别的，好，2个人搿吃呢，上趟你不是赢1招5嘛？对。哦，不来。没那搞得吃。不来，我去弄到。哈。这里的冰弄的我吃。哈。我现在出门都要穿个泡，我跟不上那个就对。我泡了一样。谢谢我来是哪口吧哈？我拿你的勺子问你。拿来塞呢？我来预粉丝一个好不好？刚刚我看你听，闷都得来，无脸，老热也出来个，天天出来个，老天也出来。你这家搿个就打了锅子上上去，这硬，我去到空眼。现在你在上了锅子上上来，一分2得了，3个1小时脱3件羊毛衫，2件羽绒衫，再搞1台面孔。我搿来试搿个看用吗？哦，你要试看用啊？对，你也试过。我不要试，你试啥子？不是，慢慢接呢。你一个看用衫，人家太高个。啊，不得高个。好靠再数，多泥猪还大个，太高。3个分太歪个看用是吧？哎，是个裸色呀，姐。没啥意思。我就是要头发打薄一点的，跟你差不多那种。像我这样的话，我的刘海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就是说你这样的肯定要修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对。哎，阿坤。领得好。耶。啊，你头2个3500啊？你今朝毛啊？今朝我没搿点动力。对不过你刚帮我听，那个是整个头发嘛？有点哎，你想想，那个是本人搞个头发，打账单男生拉来。耶，花呗欠了8000块，然后再拿3000块出来，我还不起了。现在我说实在话，早戴早好看。这个东西谁戴谁好看的？看到没有，仓库里多着呢。啊，真的很好看，小姐姐，帮我多拍点呢。耶。就我听你的话，我要不就还不出，爸妈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去了。哪有你说那么夸张哦？我们去逛吧，逛其他的好不好，小姐姐？不要去菜这个，是吧？该同情的时候就要同情，不该同情的就千万别同情他。老师好。我的活线，哎呦，啥子个？啥子个呢？一趟花有几多年？15块一张。搿趟便宜啊？那个侪拿花个？对个。搿么搿个4也是你销个？是个。不是销。来费瞎交代啊！对不起。那个拿花个啥不是的？荷叶吧，应该是。你哪看得出个了？我来试个好啥子的？真个？真个，你们来啥子了？你几辰光包个家？请问，来啥的？反正我也看不到。现在抓紧辰光，还有个饭局辣海等我嘞。把老们听个名字像副厅哇，不晓得个味道哪哈哇？呀，人呢？你那回那个高老头一家。我在帮你准备电扇和空调。送呢，你送来到边上呢。我也把人带你带着海，我怕冷的呀，最冷的位置给你了。你还脱件衣裳噻？我就是外头40个我得来讲。稍微少开一点。不是我当你尿也大了。